如果你问江湖在哪里，这个问题可以扯出一大堆经史子集。但想观察实实在在的江湖，建议不妨从猫的世界开始。在他们用7位标注的庞大地图上，狮王争霸是连载的，华山论剑是日更的。纵横街巷的公猫们，无论你的帮派是梨花、赤玉、金丝还是玳瑁，想征服桃花林里的一众妩媚，靠的不是倒地打滚露肚皮，那是要实实在在真刀真枪打出来的。老婆，你刚刚是不是去吵架了？尾巴都炸了。春天在这个花园里一天天发酵，阿布巡视的时间变得更长了。这只和丑丑很像的母猫小黑吸引了墙外一众公猫，这让他和兄弟们的工作量成倍增加。夜幕降临，空气中母猫发情的信息素在持续发送，这些人类闻不到的味道，却能被方圆3公里内的公猫们迅速捕获。白天被赶跑的男士放弃了吗？并没有。如此百折不挠，看来他的确是小黑的真爱吧。花园里的小伙子们再次打起精神，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伤痕是公猫的勋章，耳边肉眼可见的血印，说明这位爱的斗士已经久经沙场。这位斗士好像进入了一个包围圈，前有情敌围堵，后有阿武助攻。走了就好，好在这个晚上大家都还算客气。再巡视一遍领地，就可以准备就寝了。但一直在墙头观山景的可乐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小八卦：在墙外小巷里拥抱小黑的，竟然还有另一位黄衣男士。看他俩恩爱款款的样子，这才是真相吧。和前一位不同的是，他搭了白衬衫和白靴子，显得十分绅士。